1. 拍賣史丹佛學生買一送二。如果你手上只有$5同埋2個鐘時間，你會點樣賺到錢？我喺史丹佛大學上堂嘅時候，俾學生出咗一條咁樣嘅作業，鼓勵佢哋充分發揮創業精神，努力發現商機，挑戰既定假設，利用有限嘅資源以小博大，盡情發揮創意。如果你手上只有$5同埋2個鐘頭時間，你會點樣賺到錢？我喺史丹佛大學嘅設計學院上第一堂課嘅時候，俾班上面嘅學生出咗一條作業，規則好簡單。我將班上嘅同學分為14組，每一組都可以攞到一個信封，裏面裝住$5嘅種子基金。我呢就話俾同學知，佢哋可以盡情花時間做周詳嘅規劃，不過一旦打開咗信封，攞出鈔票，就必須喺2個鐘頭內設法賺到錢，越多越好。完成作業嘅時間係從星期三下午到星期日晚上。到咗星期日嘅夜晚，每一組都必須寄俾我一張投影片，描述佢哋係點樣完成任務嘅。然後到咗星期一下午，每一組都有3分鐘嘅時間向全班嘅報告佢哋嘅做法。我鼓勵大家充分發揮創業精神，努力發現商機，挑戰既定假設，利用有限嘅資源以小博大，盡情發揮創意。如果有人出咗一條咁樣嘅難題俾你，你會點樣做？我對好多小組提出呢個問題，通常有人就會大聲嗌：去拉斯維加斯賭場試下手氣啦，或者立刻買一張6合彩，引起哄堂大笑。呢啲人敢冒住巨大嘅風險嚟換取賺大錢嘅微小機會。第二個最常聽到嘅建議係先用$5購買必要嘅材料，然後幫人哋洗車或者係擺攤買凍飲。對於只係諗到喺2個鐘頭內將錢使咗，然後又多賺幾蚊嘅人嚟講，呢個主意都係幾唔錯嘅。但係大多數嘅學生最後會揾到某種方法，比一般人嘅典型反應往前多跨好幾步。佢哋好認真咁看待呢個挑戰，對傳統嘅既定假設提出質疑，尋找各種可能嘅機會，盡可能為呢$5創造更高嘅價值。點樣達到4000%嘅投資報酬率？佢哋究竟點做到呢？俾各位一啲提示啦。賺到最多錢嘅小組根本連呢$5都冇使咗㗎。佢哋領悟到，一直將焦點放喺金錢上面，反而局限咗對問題嘅思考。佢哋明白呢$5根本冇乜用㗎，於是決定以更廣闊嘅角度重新詮釋問題。如果我哋起步嘅時候根本一無所有，咁要點樣賺到錢呢？呢啲學生發揮觀察力，各展所長，大膽釋放創意，一齊研究問題，包括親身經歷或者係見到別人經歷緊嘅問題，以及曾經觀察到又從來都不曾想要去解決嘅問題。而呢啲問題一直盤旋咗喺腦海中，卻唔一定係佢哋最關心嘅問題。最後獲勝嘅團隊就藉由發掘呢啲問題，設法解決，最後就賺咗$600幾美金。而且各組投入嘅$5資金平均報酬率係高達4000%㗎。如果考慮到好多小組完全都冇動用過$5嘅資金，佢哋嘅投資報酬率其實係無限大㗎。咁佢哋到底做咗啲咩啊？有一個小組就點出咗好多大學城普遍遭遇嘅問題。每到星期六夜晚，熱門餐廳門口就往往都會大排長龍嘅，好難等位噶。佢哋決定就幫一啲唔想花時間排隊等候嘅人，於是就2人一組，分頭
向好幾家餐廳呢預訂咗座位，用餐時間呢就嚟到嘅時候，就再將訂位呢賣俾一啲唔想排長龍嘅人。每筆訂位呢最多呢可以買到20蚊美金㗎。隨住夜幕漸漸低垂，學生呢觀察到幾個有趣嘅現象。第一，佢哋發現呢喺推銷訂位嘅時候，女同學嘅表現呢比男同學好。可能係因為由年輕女性出面啦，顧客呢就會覺得比較自在。於是呢，佢哋就調整策略，由男同學呢四處奔走，喺唔同嘅餐廳預訂座位，而女同學呢就負責向排隊嘅人推銷訂位啦。佢哋呢都會發現，有啲餐廳呢會發震動式嘅傳呼機俾等位嘅人㗎。餐廳呢就將啲位準備好嘅時候，就會以震動傳呼機嘅方式通知顧客。結果同學仔呢就喺呢啲餐廳呢推銷得係最好嘅。當你親手將先訂位嘅傳呼機交俾客人嘅時候，咁呢而顧客呢就會覺得，花錢換來嘅係一個實質嘅嘢。佢哋呢俾錢你，以自己嘅傳呼機換來新嘅傳呼機，感覺呢好舒服自在㗎。咁做嘅話呢，仲有額外嘅好處。等到時間再夜啲，新換來嘅傳呼機呢訂位時間就嚟到嘅時候，同學仔呢又可以將佢賣俾更遲嚟嘅顧客噶啦，再賺多一筆。另一個小組嘅做法更加簡單，佢哋喺學生活動中心前面呢擺咗個攤位，免費幫啲學生呢檢查車胎。如果車胎需要充氣，先額外加1蚊美金嘅充氣費。起先呢，佢哋以為咁樣做好似喺度佔緊同學仔便宜，因為大學生呢去學校附近嘅加油站幫嗰啲車呢打氣並唔困難。但係呢，服務咗幾位顧客之後，發現呢單車騎士非常之感激佢哋啊！即使單車騎士，但可以去到附近免費充氣。學生提供咁樣嘅服務都唔係咩了不起嘅事，但係呢，佢哋確實提供咗一個好方便又有價值嘅服務。事實上，2個鐘頭嘅時間先過咗一半，學生呢就唔再要求嗰啲單車騎士俾1蚊嘅充氣費，而係請佢哋自由捐獻。結果呢，收入反而激增。一旦呢俾顧客自由去籌借佢哋提供嘅免費服務，賺嘅錢反而呢比要求顧客支付一定費用嘅時候仲多啊！佢哋呢一路上呢不斷實驗，根據呢顧客嘅反應，反覆微調自己嘅做法，俾自己嘅策略發揮咗最大嘅效益。2個小組嘅做法呢都帶嚟幾百蚊美金嘅收入，班上同學呢都讚嘆不已啊！不過真正獲利最高嘅冠軍隊伍，對於手上掌握嘅資源就保持住截然不同嘅睇法啦。最後呢賺咗650蚊美金㗎。呢組同學仔呢就認為佢哋呢最寶貴嘅資產並唔係5蚊美金嘅鈔票，都唔係用嚟完成作業嘅2個鐘，而係星期一喺課堂上發表口頭報告嘅3分鐘時間。佢哋呢決定將呢3分鐘賣俾一家想要喺班上面招募人才嘅公司，為呢家公司呢製作咗3分鐘嘅廣告喎。利用口頭報告嘅時間播放咗呢支廣告，呢個做法實在太聰明啦！佢哋呢體會到自己手上呢擁有無比珍貴嘅資產，正等待呢識貨者挖掘，而其他人呢根本就冇注意到呢一個寶物。其他11支團隊都各自諗出咗聰明嘅策略嚟賺錢，包括喺 Stanford 大學每年最盛大嘅維也納舞會上面設置咗影相攤位，喺家長日銷售標示咗本地餐廳嘅地圖，以及販賣客製化嘅 T 恤俾班上面嘅同學。有一個小組最後呢仲將啲錢賠光咗啊，因為呢佢哋未雨綢繆，預先買咗一批雨遮，準備呢落雨嘅時候喺舊金山度買遮。結果呢遮先買咗冇幾耐，天氣就開始放晴啦。而你諗得冇錯嘅，
的確有一組係經營洗車生意，仲有另一組呢就係擺凍飲檔。不過佢哋嘅回收都低於平均值啊。10支回紋針嘅妙用，我認為以教導學生體會創業心態嚟講，$5嘅挑戰其實係一次成功嘅嘗試。但係事情過後，我又覺得有啲不安。我唔希望到頭嚟只係傳達咗咁樣嘅觀念，價值永遠都係透過財務報酬嚟到衡量。所以下一次出題目俾學生做作業嘅時候，我稍微修改咗一下。呢一次我冇發$5嘅鈔票俾各小組啦，而係俾佢哋一個信封，裏面裝咗10支回紋針。我話俾同學知，嚟緊呢幾日佢哋可以花4個鐘頭時間，盡量發揮10支回紋針嘅最大價值，用自己所希望嘅方式嚟衡量價值。我嘅靈感係嚟自於海爾麥唐納嘅故事。佢從一支紅色回紋針開始，同別人以物易物，最後換嚟一棟房子。佢喺部落格上面徵求以物易物嘅對象，並且記錄成個過程。佢花咗1年時間，一步步達到目標。佢先用紅色嘅回紋針換咗一支魚形筆，然後又用筆換門把，再用門把換返一個科曼牌戶外爐，以此類推。雖然物品嘅價值增長得比較慢，但係經過1年嘅時間，換到嘅嘢仍然越嚟越有價值。最後終於換到佢夢想中嘅屋啦。諗返麥唐納將一支小小嘅回紋針發揮咗幾大嘅效益，我覺得我發俾學生10支回紋針實在係太慷慨啦。佢哋可以從星期4早上開始做作業，口頭報告時間就定喺嚟緊嘅星期2，但係仲未到星期6，我就已經覺得焦躁不安。可能今次真係玩得太過火啦，我擔心作業會大大失敗，準備好好咁樣記取呢一次嘅教訓。結果我嘅擔憂完全係杞人憂天。班上嘅同學共分為7個小組，每個小組都選擇以唔同嘅方式嚟衡量價值。其中一個小組決定將回紋針當成新貨幣，到處去收集呢啲回紋針。另外一組發現當今世界紀錄中最長嘅回紋針鏈超過咗35公里長，於是決定打破呢一次嘅世界紀錄。佢哋召集咗每個人嘅室友同朋友，向本地嘅店家同埋企業推銷佢哋嘅計劃。最後上堂嘅時候帶嚟咗一長串全部串連喺一齊嘅回紋針鏈，喺地上堆積如山。顯然佢哋嘅挑戰計劃打動咗好多嘅宿舍同學，甚至喺作業完成之後，呢一班學生仍然致力於打破世界紀錄。我好確定佢哋係冇打破到世界紀錄嘅，但係呢件事顯示出呢一組學生成功激發出巨大嘅能量。史丹佛嘅創業同埋創新課程，最令人拍案叫絕嘅一組喺課堂上播放咗一支短片，背景音樂係好刺耳嘅壞男孩 Bad Boys 呢首歌。影片裏面可以見到佢哋用回紋針挑開門鎖，闖入去人哋嘅寢室，偷竊咗價值幾萬$嘅太陽眼鏡、手機同埋電腦。就喺我嚇到就嚟暈低嘅時候，佢哋宣布呢一條片純屬搞笑，然後播放咗另外一條片，顯示咗佢哋真正做咗啲咩事。佢哋攞咗回紋針換來一塊海報板，然後再喺附近嘅購物中心擺檔。攤位上擺咗一塊招牌，上面寫住拍賣史丹佛學生買1送2。
顧客呢開出各種價碼，令佢哋呢目瞪口呆。起先呢，就係去到商場購物嘅人請佢哋搬好重嘅購物袋，然後呢，佢哋就幫服裝店將資源回收物搬到外面，最後呢，仲臨時召開咗一次努力激盪會議，協助一位女士呢解決咗生意上嘅問題，得到嘅酬勞係佢唔再需要嘅3台電腦螢幕。多年嚟，我一直出類似嘅作業俾班上面嘅同學，發俾佢哋嘅創業資本就不斷咁改變，從回紋針、便利貼、橡皮筋、水樽到不成箱嘅物都有㗎。事實上，我從來呢就不曾俾佢哋同樣嘅挑戰題目，畢竟我都唔想受到先前答案嘅制約。每一次學生利用有限嘅時間同埋資源達到嘅成就，都為我哋彼此帶嚟好大嘅驚喜啊！譬如話，學生利用一包便利貼做到嘅事情，包括合作創作音樂、推廣心臟病相關知識、完成關於節能嘅公益廣告等，稱為拔掉插頭。課堂上嘅練習後來演變成創新大賽，有嚟自世界各地嘅幾百支隊伍參與競賽。參賽選手透過競賽，以全新嘅眼光看待世界，並從自家後院發掘出嶄新嘅機會。佢哋挑戰傳統嘅既定假設，無中生有，創造出龐大嘅價值。從便利貼起步嘅嗰次競賽過程，後來呢仲拍成影片，發展成一部叫《想像一下》嘅紀錄片。以上我描述嘅一啲練習，凸顯出好幾個違反直覺嘅特點。第一，到處都充滿機會，無論何時何地，你環顧四周都可以揾到好多需要解決嘅問題。有啲係好平凡嘅問題，例如訂到熱門餐廳嘅位，或者係幫車胎打氣。有啲就係同重大世界議題相關嘅大問題。而我哋學到嘅一課係，大多數嘅問題都係好嘅機會，而問題越大，機會都越大。第二，大多數人睇到嘅問題都覺得係無法解決嘅問題，因此即使眼前就有極富創意嘅解決方案，佢哋呢仍然視而不見。然而，無論問題嘅規模有幾大，通常都可以諗出有創意嘅方式，利用你身邊既有嘅資源嚟解決問題。事實上，我嘅好多同事就係如此定義創業精神。創業家隨時都可以尋找可以轉變為機會嘅問題，並且以深具創意嘅方式，善用有限嘅資源嚟達成目標。第三，我哋通常將問題僅僅局限喺既定嘅框架裏面。面對簡單嘅挑戰嘅時候，例如喺2個鐘頭內賺到錢，大多數人都立刻以標準模式因應，而唔係退後一步，以更宏觀嘅角度嚟睇問題。其實只要攞走個眼罩，就可以睇到眼前嘅世界充滿各種機會。參與我呢啲課堂練習嘅學生都將呢個教訓謹記於心。好多人事後反省都表示，佢哋呢從此再也沒藉口呢去俾自己呢走上破產嘅困境，因為等待解決嘅問題苦恰皆是。呢啲作業後來呢發展成為我喺 Stanford 大學教嘅一門創業與創新課程。呢門課呢最重要嘅目標，其實係要證明我哋可以將所有嘅問題都睇成一種機會，用極富創意嘅方式去解決問題。我最初呢就將焦點放咗喺個人嘅創造力，跟住就探討團隊嘅創造力，最後開始研究大型組織嘅創造力同埋創新能力。我先俾學生呢少少嘅挑戰，
再慢慢掉一啲比較困難嘅問題俾佢哋。學生越嚟越習慣探索各種可能性，透過呢啲嘅眼光去看待問題，並且願意面對橫行其中嘅一切困難。培養 T 型人。我喺史丹佛大學工學院主持史丹佛科技創業計劃已經有20年㗎喇。我哋嘅使命係培養科學家同埋工程師嘅創業精神，提供佢哋必須嘅工具，俾佢哋無論扮演邊一種角色，都能夠展現創業精神。我哋同全世界越嚟越多嘅大學一樣，相信學生只係接受純粹嘅技術教育已經唔夠㗎喇。佢哋如果想要成功，就必須要了解，無論喺點樣嘅工作環境裏面，無論喺人生嘅邊一個階段，佢哋應該要點樣成為充滿創業精神嘅領導人。如同我喺史丹佛科技創業計劃嘅夥伴湯姆拜爾斯啱啱開始講嘅，創業精神就好似係一隻特洛伊嘅木馬，教導廣泛嘅各種技巧同埋所有背景都相關。史丹佛科技創業計劃將重點放咗喺教學、學術研究，並延伸到世界各地嘅學生、教師同埋企業家。我哋努力培養 T 型人，即係至少具備一個領域嘅深度知識，同時又有廣博嘅其他知識同埋技術，能夠同各個領域嘅專業人士合作無間，實現構想。從今日面對嘅小小挑戰，乃至於需要全球共同關注解決嘅重大危機，無論佢哋扮演咩角色，解決問題嘅關鍵都在於佢哋所抱持嘅創業心態。事實上，創業精神需要廣泛嘅各種技巧，包括領導力、建立團隊嘅能力，以及談判、創新同埋決策嘅能力。我都喺史丹佛大學嘅哈索普萊特納設計學院教書，大家對呢度嘅昵稱係設計學院。呢個跨領域嘅學院網羅咗好多教師，嚟自工學院、醫學院、商學院同埋教育學院等唔同嘅領域。呢個學院係由史丹佛嘅機械工程學教授大衛海利所創設嘅。佢都係著名嘅設計公司 IDEO 嘅創辦人，能夠設計出極端創新嘅產品同埋經驗而聞名。設計學院嘅所有課程都由至少2個唔同領域嘅教授負責講課，涵蓋無窮無盡嘅各種主題，包括設計超低廉嘅產品，發起深具感染力嘅行動，乃至於為行動敏捷嘅老人家設計產品。身為設計學園教師群嘅一員，我哋對學生同埋自己提出咗龐大複雜嘅問題，可能有唔止一種答案。而同學生一齊動腦解決嘅時候，我體驗到熱烈通力合作、狂熱努力激盪同埋快速設計原型嘅興奮心情。呢本書嘅好多故事出自我哋史丹佛嘅課堂，仲有我過去作為科學家、創業家、管理顧問、教師同埋作家所累積嘅經驗。其他一啲故事就係出自其他創業家、發明家、藝術家同埋學者各式各樣廣泛嘅經驗。我好幸運，周遭有好多人曾經挑戰傳統嘅既定假設而達到卓越嘅成就。佢哋渴望同別人分享自己嘅成功故事同埋失敗經驗。現實人生係可以翻書嘅考試。本書呈現嘅好多構想同埋傳統教育體制教導我哋嘅觀念，其實可以話係天淵之別啊！
事實上，學校採用嘅規則經常同外面世界嘅遊戲規則截然不同。等到我哋踏出校門，嘗試走出自己嘅路嘅時候，咁樣嘅落差往往帶俾我哋極大嘅壓力。要輕鬆跨越呢一條鴻溝，克服現實世界嘅挑戰，實在係唔容易㗎。但係如果有適當嘅工具同埋正確嘅心態，呢一個係有辦法做到嘅。舉例講啦，學校通常會評估學生嘅個別表現，以曲線分佈方式嚟評分。簡單嚟講，有啲學生贏咗，其他學生就輸咗咯。呢種評分嘅方式唔單止製造緊張，都唔符合大多數組織嘅運作方式。踏出校門之後，大多數人通常會參與團隊運作，大家都有住共同嘅目標。有啲人成功咗，其他每一個人都跟住成功。事實上，喺企業界，大團隊之中通常仲有小團隊。每個階層嘅目標係讓每一個人都成功。然而喺典型嘅教室裏面，教師認為自己嘅職責係將資訊灌輸去到學生嘅腦裏面。教室緊閉大門，座位固定喺地板上面，學生面對住教師，小心翼翼咁抄筆記，因為知道以後老師會考呢一啲嘢。佢哋呢返到屋企功課係閱讀老師指定嘅課本章節，默默吸收成為自己嘅嘢。但係大學畢業之後嘅世界截然不同，你必須做自己嘅老師。你究竟需要知道啲乜嘢？去邊度揾啲資訊？點樣吸收呢啲資訊？全部都係靠自己嘅。事實上，現實人生係一場可以翻閱書本嘅考試。你要解決嘅係開放式嘅問題，同工作、家庭、朋友同埋成個世界息息相關。而所有嘅門都係敞開嘅，每個人都能夠運用周遭無窮無盡嘅資源。智利大學著名教授卡洛斯·維格洛羅話俾我知，佢鼓勵學生選修學校裏面教得最爛嘅老師，因為咁樣可以幫助佢哋為現實人生做好準備。喺人生嘅道路上面，你唔會永遠都有個良師喺前面指引方向。除此之外，喺學校裏面嘅大班級上課嘅時候，考試通常只係考選擇題，每個問題都有正確嘅答案。學生必須用2號鉛筆喺答案卡上面小心翼翼塗滿空格，於是容易批改。校園以外嘅世界啱啱相反，大部分嘅狀況係每個問題都有一大堆答案，而且往往好多答案都算係正確答案。可惜全世界嘅學校都有上述嘅狀況。我最近收到一位南韓年輕人嘅來信，睇咗令人好不安。佢嘅老師講佢嘅選擇題考試答錯咗，而佢想要質疑呢一個答案，於是佢寫信俾我，希望尋求協助。問題出咗喺邊度呢？佢嘅老師指定課本嘅一段內容，要從一啲最瘋狂嘅點子睇出可能嘅發展潛力。學生必須閱讀呢段內容，回答一個選擇題，表示佢哋讀懂呢一個段落。然而睇咗呢一條題目嘅表達方式，連我都唔知道要點樣答題。問題嘅設計方式似乎係要讓學生搞糊塗，而且顯然無法檢驗出學生係咪了解呢一個段落嘅意思。我回信俾呢一個學生，表達我對呢一條題目嘅睇法，向佢說明呢一個係好狡猾嘅題目。
呢一個題目完全能夠說明，可以用數字嚟衡量嘅事情，唔係每一件都好重要，都唔係每一件重要嘅事都可以用數字嚟衡量。呢個世界充滿各式各樣嘅選擇，而好多係非常之重要嘅事，好似愛情、道德同埋創造力，無法用數字嚟到簡單衡量，都冇單獨一個正確嘅答案能夠俾你得到清楚明了嘅回應。雖然家人、朋友同埋老師都好樂意提供中肯嘅意見，話俾我哋知應該點做比較好，但係最後嘅選擇方向嘅重任仍然落喺我哋嘅身上。其實唔需要第一次就行啱路㗎。人生通常有好多機會可以做各種實驗，你大可以用出人意表嘅全新方式重新組合自己嘅各種技能同埋熱情。而更重要嘅係，現實人生容許失敗。事實上，失敗係人生學習過程裏面好重要嘅一課。正如同演化係一連串反覆摸索嘅實驗，人生都充滿咗起跑失誤同埋不可避免嘅跌跌撞撞。我哋冇人係第一次嘗試行路就成功嘅，都冇人第一次試踩單車就能夠上路。咁點解期待學生同成年人第一次嘗試複雜嘅任務就成功呢？成功嘅關鍵就在於你能唔能夠從經驗中吸取教訓，帶住新嘅知識重新出發，繼續前行。跟住落嚟嘅章節要向你提出挑戰，請你用全新嘅眼光看待自己，看待世界。呢啲概念都好簡單易明，卻不見得光憑直覺就能夠知嘅。我將教學重心放喺創新同埋創業精神，因此有好多第一手嘅觀察，甚至對於喺動態環境裏面工作嘅所有人嚟講，呢啲概念係好重要㗎。因為情勢瞬息萬變，你必須懂得掌握機會，認清優先順序，從失敗中學習。此外，對於想要將人生嘅價值發揮得淋漓盡致嘅人嚟講，呢啲觀念都係非常之寶貴㗎。基本上，我想要為你提供一啲新嘅方法，於是你規劃未來嘅道路嘅時候，能夠透過新嘅眼光嚟到檢視每日面對嘅種種困難。此外，我希望你能夠允許自己勇敢咁樣質疑傳統嘅智慧，重新檢討周遭嘅各種規則。喺人生嘅每個轉折點，總係會面對種種嘅不確定，但係學習到別人點樣去因應呢啲意義不明確嘅類似情況之後，你會變得好有自信，能夠化緊張為興奮，將你面對嘅種種挑戰轉變為大好機會。